離婚係咪就等於自由呢？今日想同你傾一個話題，好多姊妹嚟做諮詢都會問同一個問題，佢哋以為離開咗一個令到自己痛苦嘅婚姻就可以重獲自由，但係真實好多人離咗婚之後個心更加攰。我有個姊妹叫阿玲，42歲，事業唔錯㗎，係一個女強人嚟嘅，離婚咗2年。佢對我講，我以為一個人生活會更輕鬆，但係有時候一個人食飯，一個人生病，心入邊空溜溜㗎，係邊個都填唔滿嘅，所以呢個唔係一個答案。姊妹們，你認同嗎？因為婚姻問題嘅根，從來唔係對方對你好唔好，而係我哋喺關係裏面學唔識被愛同埋表達愛。你以為分開就能解決問題咩？其實只係帶着同樣嘅傷進入下一段嘅關係。真正嘅修復唔係修復關係，而係修復你同埋愛嘅關係。點樣走出痛苦嘅循環，重新被愛？如果你而家仍然喺度猶豫緊，到底堅持落去啊，死撐啊，還是轉身離開，認為灑脫咁樣離開，所以咧就唔好一個人去撐，硬撐係冇用嘅。我願意陪着你一齊睇清呢段關係嘅低層邏輯，幫你從痛苦嘅循環走到幸福嘅選擇。下面可以點擊預約30分鐘婚姻修復嘅諮詢，每周我只係開放5個名額。我係 Monica，婚姻修復顧問，令愛重新有溫度，令你重新被理解。